大基文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不三时报道诈骗集团设局骗人，也是有人会钓答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设计设、读书的设第四条，设是排列创作建立的意思，咱讲设立设置。另外想办法，咱讲是设法。计划或者是规划，咱讲是设计；若装备，有人讲是设备；设备完成就是设变。滚装笑做趣味的代志，咱讲是设先；若空想考虑，咱讲是设想。卡数安怎，若是安怎，古早讲是设数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读做设局，意思就是设计圈套，互人钓答。第二个词，读做设烟头，意思是讲一个查甫食软饭靠查某饲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第一件山顶人查苦，第二件火烧寒网布，若第三件就是查某入查甫。诈骗集团变成一般的手路，就是设局害人钓答。有的是骗一寡有钱的安奶，设烟头，软土深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设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